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咱的诗班用这条诗歌，不止献给咱的上帝来敬拜伊，也通过这条诗歌那互咱本地兄弟姊妹，咱共同有安尼在这新的一年2026年的每一天，亲像这诗歌所写的愿这个至大的上帝来带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新的这一年的每一天的脚步。今日牧师要甲兄弟姊妹咱来分享一段经文，希望通过这段经文，咱拢会当在这个真道当中来操练咱这敬虔的生命咱拄所读的这段经文要讲进前，咱来回想咱今年新的一年顶回牧师甲大家兄弟姊妹咱共同来勉励，希望咱今年在新的这一年当中有这四个目标就是咧咱的新的一年当中，咱愿意来做这个主的门徒。安怎来做主的门徒？就是咱会当来培养咱有一个稳定美好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生活通过教会咧今年当中鼓励兄弟姊妹，咱相信主咱来顺从主的旨意，来听伊的话，咱会当愿意立志来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共同有这个目标，圣经来读一遍过来呢，就是讲咱会当来准备咱家己互主来甲咱诚侪好找用的进程，咱会当有一个受装备安怎装备，安怎来操练，就是通过咱参与各种的这个聚会当中无论是敬拜，还是团契，还是你受教育，还是讲咱咧服侍当中，拢会当受主甲咱装备了后，更加成熟健全，咱会当诚做主的好找用希望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人人拢是天国的精兵安怎来实践？安怎来实践？今日要通过这段经文，甲兄弟姊妹共同，咱拄讲，要伫咧真理的当中安怎来操练咱这个敬虔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更加敬虔，更加得主的听有三方面，通过拄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共同大家来勉励第一就是拄讲到讲，咱这个真理要安怎会有根有基，就是咧这个经文拄遮所讲的咱希望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明白咱会当来了解啥物，明白啥物，就是这个咱的福音，或者咱的信仰会根基到底是啥物当然，圣经真侪经文拢有甲咱教示今日这段经文当中，那通过这段经文，求上帝会当来帮助咱，会当来明白伊的话咱来食伊的话，听伊的话，互咱的生命有根有基，信仰有根有基保罗遮讲的讲，哇，这个咱的信仰敢若非常高深呢这个敬虔的奥秘呢敢若真歹了解，其实袂啦第二段就是讲，莫受迷信的安怎？莫受迷信离弃信仰莫去背信为虾米有这款的提醒？不只是初代迄个教会，你甲咱这世代嘛共款今日的经文安怎甲咱提醒？第三，最后就是讲，希望咱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做一个忠心甲敬虔的基督徒我拄讲，互咱主会当甲咱好找用咱今日就来看这三段经文，咱一点一点来了解。好，第一段经文遮有讲到讲，我希望真紧就会去你遐毋过行较慢到。我拄则嘛强要较慢到，敢若要迟到最后1分钟入来咧台语堂因为咱最近教会开始连这个大堂礼拜煞有这个小组的分享最近伫分享当中最近有一个兄弟甲我封一个外号呢，你敢知影叫我啥名？我无甲伊打招呼，伊就叫我名出来，讲无叫我的全名，叫我嘛叫3字啦，无叫3字，叫做5字啦叫做阿达拉牧师啦。你哪会知影我的名？不只知影我的全名，佫甲我号外号安尼叫今日佫叫我阿达拉牧师来坐遮，我本来咧坐别位，讲叫我坐遐，我讲你会晓台语，无来参加台语堂礼拜好无？伊讲无，伊第一堂做煞，伊讲爱紧转去困啦，因为坐10点
25个即个车吼，我要登去因兜安尼吼，甲邀请几啊遍讲啊，毋知有一工会来咱台顿袂啦吼，已经安尼吼，到啊有安尼一段时间安尼交陪吼，所以我拄啊雄吼行诶袂赴啦，拄啊则讲我望真紧着会去你遐吼，保罗为虾米写呢？因为即张批是保罗写伊诶批信当中诶叫做加勒诶批信吼，加勒诶批信就是保罗伊伫加罗当中吼所写诶批吼，伊迄阵吼伊还未出家啦吼，所以呢伊就望讲吼，紧紧会当吼出家罗了吼，会当去到提摩太遐吼，提摩太伊讲毋过行诶较慢到，伊嘛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到啦，所以伊嘛毋知影将来有迄天无迄天，因为伊写即张批诶时阵是伊生命当中诶即个暗记吼，伊无偌久其实就为主来即个殉道吼，所以伊伫即个家伙当中，伊毋知影讲佫偌济日子吼，伊就写批吼来教导提摩太吼，伊讲我先写吼即张批互你。为什么要写互你？伊讲互你知啥物？知讲咱伫上帝诶家着安怎生活？上帝诶家当然就是讲咱伫教会当中，咱安怎会当来安尼互相安怎如何来敬拜？安怎如何来团结？安怎如何来咱来领受上帝诶真理？安怎如何咱来服侍即个主诶教会以外，上帝互咱诶使命会当来服侍即个世间。真侪人无认捌主诶人会当听着福音嘛，愿意来遵守主诶即个真理。伊安怎教导即个提摩太讲安怎会当来即个生活伊讲即个家呢就是真活上帝诶教会，也就是真理诶调招甲地基所以教会诶根基是啥物？教会的根基讲是真理，真理是啥物？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所以这个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伊的救恩伊的救恩。所以保罗在咱这个今日所写的第3章甲第4章，其实有头前的第1章甲第2章。伊第1章迄个所在，伊提醒提摩太，伊讲爱完全来降服，愿意来听上帝的话伊讲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总归一句话，就是听，就是爱保罗提到讲，伊家己的经历，伊嘛讲到这福音的大能是啥物伊感谢上帝，互伊的怜悯。怜悯讲，伊讲到讲伊原来嘛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今日咧小组当中迄个今日的讲员，你讲道当中有讲一句话，互真侪人听了小可一个问号，伊讲。这个福音是互失败者的啦。今日在这小组当中留2、3兄弟讲，伊拄啊听迄个牧师安尼讲即句话的时阵，伊就讲，安尼讲，福音是互失败者的。伊就讲，这是毋是有小可无甲完全正确？我就伊咧问讲，牧师，这是啥物？伊安怎讲，到底对毋对？我讲其实基本上伊讲的无错啦，但是一般人听了会敢误解。这福音互失败者，成功者就无说福音嘛？我就安尼甲讲，我按耶稣安怎讲所以今日只讲到讲保罗，伊讲伊是一个罪人，不止伊是罪人，伊阁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上帝确实该拣选、该使用伊就勉励提摩太讲，爱为主拍这个美好的战，福音的战伫这个咱的一生当中伊这个勉励提摩太讲咱。对上帝呢，咱爱忠心对人呢，咱爱有爱心咱对代志咱爱专心对一寡咱家己爱有问心所以伊安尼教示讲，伫教会当中安怎来治理管理这个教会第2章呢，伊就特别讲到讲咱爱为人得救来祈祷。为什么？因为讲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伊爱兄弟姊妹爱有祈祷敬虔的生活。为什么？伊讲到一个重点，通过咱人咱会当来过一个平静安宁的生活今日迄个大长的牧师嘛讲，一般人拢讲追求是这个岁月真好但是伊甲咱挑战讲。其实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属天的呼召
今日这个小组内底就咧问这个问题啊，讲咱到底有属天的呼召这种领袖啊无？啊是咱甲一般人共款，拢咧追求岁月真好。这个世间到底有法度岁月真好？每一天遮尔啊，未来佫无偌久咱就要过年啊，敢若咱5万过年，逐工会当过年共款吗？事实毋是安尼嘛因为圣经甲咱讲，尤其是启示录，讲到讲，这个世界是愈来愈歹，但是咱咧确实咧追求，咱要来改善咱的人生，一切，但是咱却无领受上帝互咱，咱这个呼召到底是啥物？但是保罗伊咧第2章俩就提醒勉励提摩太讲，咱不知爱为家己，咱爱为人得救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到了第3章，又搁再一次讲到讲，这个教会到底是要安怎来眷顾这个教会，治理这个教会，伊就甲保罗讲到讲做监督的人啊，做执事的人啊，安怎来选啊，安怎爱活出，互人袂通享的这个有一个领袖的生命，会当来做一个好榜样互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来认同甲追求所以到咱今日这段经文呢，到咱今日这段经文伊就安尼甲咱勉励同家，勉励提摩太来勉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伊讲咱爱对这个圣经对这个福音爱有一个明白第16章16节讲，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哪尼啊大哪尼啊大，下骹呢伊就通过这几句话甲咱讲。到底这个福音是偌尔啊好？这个上帝伊是福音是偌尔啊长宽高深的这个听第一，伊就讲基督显现做人，基督显现做人咧这福音书咧尤其咧约翰福音遐就讲到讲，基督显现做人，上帝伊是上帝。伊毋是人当伊了解伊所创造的人无法度遵趁伊的律法，要安怎来拯救人类？伊家己用伊家己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成做人，为了世间人定死的十字架完成，互咱世间人一个美好的救恩。所以伊讲，这个信仰的奥秘是哪样大到咱的上帝，伊甘愿来到世间牺牲伊自己，显现做人圣神呢认定做义，耶稣开始要传道进前，伊故事要开始的头前有一个故事，讲到耶稣伊去到这个什么河约旦河受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施洗约翰毋敢帮耶稣洗礼，但是耶稣甲讲一句话讲我爱安尼啦，尽这个主办的义了后伊开始来传道伊做一个好榜样伊受这个洗礼迄当时哇，天顶有声音呢，天父有讲话呢圣神亲像粉鸟呢降落咧耶稣的身上呢所以咱讲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三位一体的信仰，伫迄个当中安尼有一个显明就是讲这写讲圣神认定做义，所以天顶的声音上帝讲甲人讲这是我的爱子恁爱听伊所以耶稣基督伊这个显现做人圣神认定甲伊做这是一个义咱人无法度成做一个义人，因为无一个义人，咱人拢是罪人。但是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披戴耶稣基督这只羔羊，在咱人的身上来成就对天使出现，咱嘛听讲耶稣伊降生头一暝安怎天使甲天君安怎？你天顶你唱歌学乐呢？讲荣光归予上帝。这上帝平安要赏赐互迄个上帝所
介意的人。所以呢，你对题材出现，当然圣经当中有真侪经文嘛安尼甲咱证明。佮讲伫万邦中啊，受宣扬哦，自此以后呢，哇，咱几千年来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哦，伫各所在哦，就讲万邦中啊，你传扬，互听到的人、相信的人啊，继续搁去传扬。所以咱的信仰照多一代搁传一代。哦，咱后讲咱的信仰会当搁继续搁传承落去，而且讲世间人相信，当然世间人嘛有一寡人采取不爱相信，啊，总是无人去传扬，就无人听，无人知，就无法度去信。总是要有人去传扬，检采有人讲不爱相信，但是这是迄个人伊会选择失去伊的稳定。望咱在座兄弟姊妹咱已经领受，咱会当持守；啊，无领受的人，望通过咱的分享，别人会当来明白，会当甲咱共款，同心来领受。伊讲受接纳入荣耀当中，哦，所以咱耶稣伊搁活了后，伊升天，伊搁应允将来会搁来。哦，所以伊被接纳入咧荣耀，伊会登到天顶，伊嘛应允讲有一天伊会搁来到咱的世间，互咱的即个救恩完完全全来成就。所以呢，保罗伫遮第一点甲咱讲，互咱会当来明白即个福音的根基到底是啥物？简单讲是啥物？简单讲就是耶稣基督即个十字架的救恩，第二段即个经文呢，保罗呢，伊遮就甲咱讲到讲啊，咱莫受迷信呢来离弃咱的信仰。总是有人无信，听了要信；有人信了无根无基，啊，后来煞佫无去信，无继续信。所以保罗讲啊，安尼实在是毋好，真无彩。所以伊嘛讲到讲，将来总是有一寡人会安尼。所以伊遮讲第4章的第1节讲，圣神的明明讲啊，第后来的时期，有一寡人会背信，去趁迷惑人的邪灵甲鬼神的假释。即款的假释是对欺骗者的白贼来的。因的良心已经互魔鬼用这红红红的铁印布记号因禁止假传禁戒一寡什么就是上帝创造要互信各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因为上帝一切创造拢是好，若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通过上帝话甲人的祈祷，就真做信。这段经文为什么保罗伊特别安尼写出来呢？因为当时迄个时代一寡无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信仰一寡无同款的即个信仰当中，尤其有一寡做生意的人因咧卖物件的阵尤其一寡神秘卖物件的阵，因会先去拜因的神拜摕来卖，去菜市仔去卖。所以呢，一寡基督徒毋敢去买遐物件。有人是头家无诚实、无老实对无伊会甲你讲这无白个从啥物所以一寡人毋敢去买，毋敢食所以到底物件会食袂食一寡即种的讲法到底信仰是要安怎来遵行呢？保罗伫迄个时代特别就甲即段有小可安尼讲出来。伊讲一寡人讲禁止假传，袂使传，袂使假袂使一寡物件袂使食但是伊讲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好的咱安怎来领受？伊讲也讲到两句话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过来呢通过上帝的话，咱要明白上帝的话，运用上帝的话，加上咱人的祈祷安尼咱凭迄个信心来领受，就真做信。所以尤其咱台湾人有一寡传统比如讲我顶个是毋是讲过？咱若讲出门爱看迄个黄埔的我做囡仔的阵，阮兜每年拢有一本，过年拢有一本新的啦今日出门袂当往台，但是咱方向是要去东的阵要安怎？
先往西个往南，个往北，到时个西甲东去，是毋是？我毋知影你知影我讲啥无？一寡人足信这呢。安尼吼，有当时咱去可能5分钟，了甲坐一日7点钟才会到呢。迄毋是因为路歹，是因为咱人逐家拍干安尼受迄安怎限制影响去等等的即个句咧，我就莫讲但是我讲，咱人有当时因为一寡咱的思想，甲咱限制了，互咱失去自由但这个自由，保罗伫圣经。伊的批示嘛有讲上帝互咱的自由，咱袂使安尼放纵去使用上帝互咱的自由。咱来伫即个上帝互咱的自由当中得到透放了后，咱会尊叹上帝话伫伊的内底。所以迄个自由是啥物？迄个自由就是一个界限。你看迄个咱咧去海边迄个沙，迄个岸边，海安怎应搁大伊总是安尼起落落，总是有迄个范围啦。陆地就是陆地，海就是海。但是这沙有当时有迄个月亮，迄个初一15较涨潮的时阵，伊水会引发悬。但是安怎伊有一个界限伫迄个所在，所以咱袂当超过迄个界限。咱属于海内底的鱼，你有海跳去岸顶，你就死去啊！你陆上的即个动物，你走去海，你就淹死啊！飞鸟是安尼飞鸟有当时食鱼，有当时互鱼食，为虾米？飞鸟较大只的食较细，比较细鱼，鱼较大只的食迄个比较细鸟啊。你敢听我咧讲啥？所以，虾米是绝对？虾米是绝对？所以呢，今日咱通过上帝遮甲咱讲的如果咱倚靠上帝，咱就是绝对会当成做上帝互咱的。如果咱倚靠黑暗，咱就是受黑暗的即个控制。所以今日遮讲莫受迷惑。有人我顶下有讲过一个例讲来到教会了后，人讲来信耶稣祈祷上帝听，但是伊的经历当中讲上帝无听伊的祈祷，所以就无爱来啊。所以是咱这就是对一个信仰无了解，对上帝无了解。今日大堂你讲到讲咱这信仰上重要的是，咱爱有迄个认同感。认同感讲，咱去思想这认同感安怎来？认同感，咱对上帝要有清楚认识，咱爱对家己要有清楚认识，安尼才多去认同。你若对上帝无认识，你要安怎去认同伊？你若无认同上帝，你安怎了认识咱家己？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知影咱的身份到底是啥物。所以呢，咱了解这福音了，领受这福音了，咱就徛伫这个根基当中。所以对我讲，教会就是真理的条约甲根基。有当时咱要来这个信仰，有人讲我就信耶稣了免来教会，家己读圣经。即马这个网络这样发达，全世界教会的这个讲道，我拢也听会到。有人因为安尼不爱来教会尤其这个COVID-19了后，还有一寡人讲牧师，我即马拢线上崇拜，感谢主真好。但是当时你会转来，所以呢，今日保罗伊遮通过虽然是迄阵迄个环境当中讲到底是过食还是食物的问题，但是运用到咱现主时，咱的现代，咱嘛不只讲敢若有基督教，嘛有真侪别款的信仰啊。人你讲的时阵，咱是毋是耳孔一轻，咱会阁转去别方去呢？感谢主，咱今日住即个所在，会当通过上帝话，咱来明白伊，咱来尊叹伊。所以呢，保罗第3这个部分伊就安尼甲咱勉励讲咱兄弟姊妹，咱来做一个忠实倚靠主的人，嘛做一个敬虔来敬拜主的人，做一个忠心甲敬虔的基督徒，好，互咱兄弟姊妹，咱每个人拢会当来，互上帝甲咱好找用。伊讲，你若将下面的事教示兄弟姊妹，就会对所信的信心呢，甲所顺谈健全的教示得到培养，成做基督耶稣的好找用。那
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者的传说，为着敬虔的生活，着继续操练家己，操练身体有淡薄仔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所以最后这段经文，保罗伊就勉励提摩太嘛，通过今日伊勉励提摩太，咱来领受，同心来领受。望咱兄弟姊妹，伊讲伊就教示提摩太，伊所领受的爱去甲别人分享，甲因教导，甲因指示，安怎就会对所信的这个信息，就是讲这个福音到底是虾米款的一个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教示，在分享互人听了解了后呢，嘛佫叫因来愿意尊谈，安尼时阵，即款的人就会得到栽培，受栽培，就会成长。敢若顶解我嘛讲，一个经济若落土，伊必须爱落土。落土毋是干落土就长大啊，伊还有水啊，佫有日头光啊，佫温度、空气种啊，伊自然啦，伊就会长大。但是怎欠一项就无健全。有一寡迄落植物学家讲，看叶啊就知影讲即丛树啊，即丛栽活了，讲黄啦，也是讲球啦，也是讲啥物安怎臭火焦啦也是讲安尼白啦伊就讲看一个叶啊就知影讲即个有健康无健康啦。所以咱嘛有一句成语叫啥？一叶知秋，一叶知秋这台语要怎讲？一叶知秋了，好，无要紧，来。所以讲，兄弟姊妹，咱的性命到底如何？有当时有一个代志的时阵你的迄个表现出来的时阵，人就看出来你的信仰到底是啥物。所以今日大堂你讲伊讲要安怎实现咱的这个信仰，伊通过以弗所书讲咱要讲话安怎讲等做人安怎做根本毋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拄啊头前讲的，咱身份的认同。所以今日我用一段经文甲大家兄弟姊妹咱共同来勉励保罗，伊甲这提摩太提醒讲爱拒绝这个粗俗甲荒唐无影者的传说，就是讲遐无值得去讲的一寡荒唐传说，咱拢莫去讲咱喝咖啡莫聊是非咱就免喝咖啡，袂使爱讲是非，爱讲喝咖啡讲真理啉茶莫安尼找茬喝茶不要找茬，喝茶安怎喝茶边茶经安尼你圣经书读的时阵你就记茶正手茶一杯倒酒加杯一杯啉了会醉袂？我毋知好，兄弟姊妹，望讲咱今日伫即个新的一年拄1月份还袂煞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啦我顶解讲如果咱无讲开始培养讲即个灵修的生活，也会负啦咱的圣经所读无讲安尼开始每工照起工行无要紧，也会负啦我顶解讲即个人讲我早日本时代讲迄保证讲叫火车等你，人火车无你等你但是无要紧，咱教会咱上帝有稳定火车会等你啦，飞行机嘛会等你啦所以呢，兄弟姊妹，咱今日共同来勉励你这2020年咱拄仔讲通过这段经文咱安怎咱会当来操练敬虔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有根有基通过咱顶解讲的安怎来培养的灵修的生活，来圣经所读，咱好来参与聚会，来装备，将来咱每个兄弟姊妹，大家等于兄弟姊妹，每一位拢会上帝甲咱好采用今日的经文甲咱提醒就是3方面，讲咱来明白这个福音信仰的根基，就是咧耶稣基督做咱的中心第二，咱莫去迷惑，将来煞有人去离弃信仰。望讲咱大家堂的兄弟姊妹，咱无论咱将来
有搬厝无，也是有安怎代志离开即个花园堂，咱游玩搁伫信仰当中。当然嘛，望讲咱大家拢欢喜继续伫即个所在组织。无论如何，是讲咱莫受迷惑，离去信仰。最后咱愿意来做一个忠心甲敬虔的基督徒，通互咱的主耶稣甲咱好找用，咱共同来安尼会鼓励。所以兄弟姊妹，咱今年会问候伊，毋是讲平安平安哦，嘛是爱问啦吼。但是爱讲，你今日圣经数读进度读完未？安尼好毋好？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会当来敬拜你是何等福气、美好的代志。阮今日众兄弟姊妹，搁再一次奉你的名，阮嘛较无你来到你的面头前，同心来敬拜你。不止开喙来唱出俄罗主你的诗歌，昔日宝座的这所在，邀请主接受阮对你的敬拜。阮今日嘛，愿主，互阮有受教耳孔，听见保罗来写批互提摩太所教示伊勉励伊的话语，互阮会当来愿意游玩甲提摩太共款来明白这个信仰的根基，也互提摩太所领受的，阮今日嘛游玩领受，我要坚定阮的信仰，袂去受到任何的迷惑。离开这个信仰，互阮会当一步一脚印跟对耶稣基督你的脚步，一世人来跟对你，做一个忠心佮敬虔的基督徒。通过今年教会所鼓励兄弟姊妹，阮会当来培养阮的每一天有美好的灵修的习惯，互阮每一天拢会当来读你的话语，3到4章的这个进度。互阮一年当中会当来完成读圣经一遍的这个目标，更加是伫阮的这个聚会当中，阮全愿意听你的话，袂使离开聚会。阮愿意常常甲兄弟姊妹来组织合作的时阵，阮会当互相来勉励，互相来成全，互相来抓看，因为你会听伫阮当中。更加，阮兄弟姊妹每一人拢会当在种个新的这一年当中，阮的这个生命甲心量拢会当甲智慧能力一切拢会当不断的增加，成做一个愈来愈美好，会当成做主你好使用的儿女。安尼来向主来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